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客家名路学院》，我是今日的主持人李佳。今日呢个主题是乜嘅呢？就是旅行安排篇。翻译的意思就是旅行安排篇。我哋呢同课呢会分做3个小片段，分做从有效嘅旅行我用嘅来安排，我注意哪条嘅小细节。伫旅行嘅时节，因为读到哪条嘅事情呢？喺啲基本嘅课程当中啊，你會學習更多有關旅行安排嘅事情哦。比方講，尋到尋嘅所在嘅訊息，也係聽茶單、飯店、煮茶嘅，用嘅呢來規劃一個有動幸福嘅旅程，行個好好來變輕鬆，享受兩人嘅旅程呢。哇，聽起來係唔係就動浪漫啊？啊，最重要，親密嘅時節，你要買到嘅紀念品，本身好嘅親朋好友，更多都會用嘅來獻親咯。其實呢，愛送本對方中意嘅東西，有心意呵，就當歡喜啦。好啦，講嚟按當呵，一下你就看哪嘢會發生哪條事情咯。太太，你嘅旅行計劃總算完成呢？哎呀，真是哦，按摩容易哦，你真是花多嘅時間來規劃哦。真勁係當期態。恁用辦嚟簽到一條 visa 嘅啊？我所描前嘅動讀嘅地方，簽到嘅嗰片嘅日出看起來當正，韓國有當到以神奇嘅體驗發通，我知道會當好搞。哎呦，咱記得我最中意嘅好似數作嘅體驗發通哦。不過唔但搶呀數作嘅體驗發通哦，其實呀資料裡係咪當好嘅？我要記得上擺送本我嘅用書邊嘅模誒，廣東有我係記黑黑，我一擺要安排當到體驗發通哦。哎呦，你哋按好哦。不少人去做在看到啊。數作嘅體驗嘛，然後資料裡，真是喺細妹張做在做哦。係啊，講到細心細意嘅長途，唔是比我好聽到嘅啦，我都太可。唔過我一擺要做一個詳細嘅行程表，規劃大日嘅路程哦。你看下。哎呦，都有幾清楚呢。有一種表真是會本愛當安心哦。哎呦冇啦，聽懂哎樣講，我真歡喜。係啊。不過飯店有聽好嘛？我要租揾一間茶頭秋區嘅飯店，嘅評價當好，韓國交通沒異地片。睇佢當高級喎。嘅夢言會搶你冇？真搶你啊！哎呦，咁咪先好。給你規劃按到，我呀要來掃描一下，來看一下呀台鐵嘅網站哦，同我來買火茶嘅茶單哦。廿八嘅茶表係乜嘅時間啊？按照英國嘅付早晨嘅茶表哦，按嚟張做哋，較早一些咧，佢是按照嘅旅行啦。聽起來真好呢。不過22日氣象報告係好天時麼？我驚容易就看唔到正嘅日出咧。我用掃描看一下啦。氣象報告係講22日嘅天時係好天哦，同適合按你嘅旅行規劃。很真的哦，我哋廿八嘅旅行聽從會順利利，感謝作為按到嘅準備。冇啦，你聽注意到啊。你廿八聽從愛來好好享受旅行。冇唔錯，嘅一下就嚟去整理行李了。一下就嚟出發。可以。哇，你太得了，阿面好甜蜜哦！係講呢有13年後，做得皮盤切家，慢耐來去了。
佢真係一檔幸福嘅事情，錯冇啊！佢個韓國啊，也下面有規劃大地終於嘅旅行旅行，本大地知道當 surprise 嘅感覺，離盤真係動衝又錯冇啊！兩三年後出去了就會愛歡歡喜喜，兩陣係動衝又嘅事情咯。接下來就講下嚟學習詞彙老短句了。第一呢，我教大家就係行程、路程、規劃每天的行程，規劃當日嘅路程，規劃當日嘅路程。韓國啲旅行安排嘅時間，飯店嘅選擇同重要哦。飯店嘅客家話用辦講呢？飯店。車站附近的飯店，茶頭秋群嘅飯店，南西園愛用辦講呢？茶頭秋群嘅飯店，當然啦，去旅行嘅安排方式都冇共樣哦。比方講，要買車票嘅客家話用辦講呢？查單。我也先上台鐵網站買火車票。我們先上台鐵網站打單。三個來我教大家就係車班、查表。韓國出去了嘅時節，聽錯會注意到就係天氣、天時。這幾天是好天氣，也今日係好天時。哇，講到好天時出去了，係唔係吃到東歡喜啊？我哋學習嚟呀詞彙老短句了以後，接下來就係學了句型教學嘅部分了。其實啊，講到呀句型嗬，短劇地位都有提到，你呀查表係乜嘅時間呢？你係句型啊，除咗你旅行做嚟用以外，其實呢，上班嘅時節、上學堂嘅時節、拜訪親朋好友嘅時節，都做嚟用到呀句型咯。嘅你出來學習一下，詢問車班嘅時間，到底愛用辦講呢？嘅你出來學習也到底愛用嚟講咯。也查表乜嘅時間開？這班車什麼時候開？南西園愛用辦講呢？也查表乜嘅時間開？你做的按用講，也查表早晨10點開。這班車早上10點開。也係你咪做的講，也查表下晝1點開。這班車下午1點開。也係暗晡嘅時節，也查表暗晡8點開。這班車晚上8點開。哇，你條句型大家都會冇啊！哇，規劃嚟按好嘅行程嗬，旅行啊，聽錯係東歡喜嘅事情錯冇啊？唔過嗬，上次還會讀到一系列細細嘅事情，比方講啊，我冇輔導查表，也係路途當中我衝走咧，但是沒有當到驚喜嘅事情會發生，兩條都係同學嘅回憶哦。唔過講到呀下面，然後睇的還會發生那條神奇嘅事情呢？也係，就講下來看咯。
行正經東廠，唔過人仲算多誒。或者你要先買票，真有比較好坐。唔過人一下我用嚟去飯店嘛。請問一下，會聽什麼啊？好啊，歹勢啊，你一下漲到亞位啊，含啲個上，人哋會炒菜，含係講煮菜去飯店。佢講我去飯店做嘅炒沙器嘅公差，嘅公差嘅茶票做嘅同人亞位買。行講茶站就啲一條附近，東簡單就做嘅錢嘅多。佢講唔要動態嘅行李咩唔是少啊，公差咩有 Visa 做嚟用。懂好咧。先好啊。唔講唔對，咩做嚟現車煮菜哦，你有資料就會看一下。呢度咧有猶太片哦，佢期限都好多，基本聽聽啊，做嚟考慮一下哦。煮菜哦。假使其實以後呢，韓國臨時上去那邊就做得起哦。唔過有段時間方向感唔係太好啦，故說有一些驚。哎呦，唔是驚啦，有礙啲呀。錯哦。礙嘅方向感唔當好，我礙來時未做得啊。錯啊，按嚟講礙就放心咧。佢我去那邊煮菜啊？佢煮菜嘅 Visa 啲啊短片啊，做嚟特別高興。佢地圖呢，我有不用地圖，還有嘅氣象報告，做嚟參考一下。好，給你等下看一下，很仔細哦。唔是客氣哦，交到歡喜哦，好，記下片。好，上來了。上來了。下擺冇參加旅行團，先自助旅行較有彈性，未做得自家規劃行程，想愛去哪就去哪。錯啊，我咪當好自家來規劃行程哦。你一下煮菜就做得慢耐去，想去哪一片就去哪一片，就做得行較深入了解當地嘅文化。冇唔錯，唔會受到時間嘅限制。係啊，咪做期待一下過程當中發生嘅神奇事情。聽起來異常人。我哋要做啲體驗當地嘅生活，唔過要注意莫衝走。哎呀，唔是少啦，要擺搶你小心愛。好啦。好啦，你煮菜。哋幾台係人嘅菜。好，我聽數好誒，細妹呢條較細啊。乜人講嘅？我嘅呢條出動態啊，我來擺啦。我諗到細妹嘅呢條都易細呢。夾辦好，來出發。好，嚟。哇，原來自由行吼，做啲體驗到按到當地嘅文化誒，係講係唔掉為選擇，旅行團也係自家規劃行程呢。唔過啊，講到旅行吼，哇，佢哋好得啊，要去到遊客中心來問一下，選擇嚟適合佢哋嘅旅行方式。佢上下來就看一下呢條嘅詞彙，然後短句又有呢條愛學習嘅咯。天呢，愛教大家就係租車、煮菜誒，租車去飯店。煮菜去飯店，韓國啊，因為嘅旅行要有呀彈性的空間，彈性客家話用白講呢，彈性，自助旅行比較有彈性，自助旅行較有彈性，韓國旅行嘅時節，聽說會學到咧眾多嘅文化，了解在地的文化，了解當地嘅文化，南西人愛用白講呢？了解當地嘅文化。喺旅行當中啊，同歡喜嘅事情，還有體驗咯，體驗當地的生活，體驗當地嘅生活。韓國上次喺旅行當中，聽說會有迷路的時候。迷路我用白講呢，衝走，要注意別迷路，
爱注意，莫冲走。爱注意，莫冲走。哇，大家有冲走的经验无啊？或是咧，按照个词汇然后短记以后，三个月就来学也记性教学嘅部分了。短劇地位都有提到啊，你运用嘅許多嘅飯店呢，嘅你就做得來學習一下詢問如何前往也地點嘅方式咯。客家話運用嚟講呢，韓國而係愛煮茶嘅、炒茶嘅，也係呢，你愛詢問我們要怎麼去？客家話要運用嚟講呢，第一愛教大家。and 愛用班去，我們要怎麼去？南西人愛用班講呢？愛等愛用嘅去，愛等愛用嘅去。and 愛租車去，我們要租車去。南西人愛用班講呢？愛等愛煮茶尾去，愛等愛煮茶尾去。也係講你愛坐車去 ，and 愛坐車去。我們要搭車去。南西人愛用班講呢？愛等愛坐茶尾去，愛等愛坐茶尾去。也係講你愛坐火車。and 愛坐火車去，我們要坐火車去。南西人愛用班講呢？愛等愛坐火車去，愛等愛坐火車去。冇唔錯，出去了就係將呀，當學嘅回憶帶在木下草木啊，還愛翕好翕靚咯。幾多送點嗬，聽錯咩托掉嘅電路送本親朋好友，也托電路未有好滿嘅哦。有人講嗬，送禮要送到心坎裡草木啊，嘅你去看睇地，然後下面會同你條嘅紀念品咯。嘿，廿八嘅旅行食菜行針到，我哋留下按到當好嘅回憶。係哦，好得咯，你有請朋友然後人哋翕相，翕嘅當到好看嘅相片哦，我人哋真嘅留下當到嘅回憶。一下我哋去撮到紀念品，送本不卡人老朋友。好啊，一就登錄哦，做嚟老朋友分享人哋旅行發生嘅故事。韓國啊，韓做嚟分享，你啲下嘅旅行得到嘅滿足老歡喜。我想愛買條姜味嘅本阿爸。阿爸老姜味嘅，誰來用姜味嘅？唔會有一些怪氣。用唔會，阿爸接送會用醬嘅姜味嘅，做出時行韓國定性嘅感覺。其實睇得唔係做得吃寬啊。係死啦！原來誰來用姜味嘅，未做得做到懂時行。冇要緊啦，我就一下去拖一條阿爸會中嘅姜味嘅。唔可以買到誒，我哋一張冇卡誒，一個回憶會一次留啲一個時光度。係啊，無論到哪位哦，一條回憶真嘅會見天人到。哇！喺旅行當中做得翕到動靜嘅相片，呢就係同幸運嘅事情咯。因為咁樣就係同歡喜、同幸福嘅回憶草木啊！相信大家呢都同中意留咁樣嘅朋友強下出去了。佢生下來就看到嘅有那條詞彙，然後短記做得分享俾大家來練習咯。講到旅行，同重要就係回憶。客家話用辦講呢？回憶，回憶，這麼多好的回憶，按到好嘅回憶，按到好嘅回憶。南西人愛用辦講呢？過來愛教大家就係照相、拍照。客家話用辦講呢？
翕相，翕相。请别人帮我们拍照，请别人留人哋翕相，请别人留人哋翕相。南西燕愛用辦講呢？請別人同我哋翕相，請別人同我哋翕相。過來學嘅就係紀念品，紀念品，紀念品。挑些紀念品送給家人和朋友。托到紀念品送俾屋企人、老朋友。托到紀念品送俾屋企人、老朋友。南西燕愛用辦講呢？托到紀念品送俾屋企人同朋友。托到紀念品送俾屋企人同朋友。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分享同重要哦。分享客家話用辦講呢？分享，分享，分享我們旅行發生的故事，分享人哋旅行發生嘅故事。分享人哋旅行發生嘅故事。南西燕愛用辦講呢？大家都講得當好哦。你學習了呀詞彙，老段記得以後，三個來就係記性教學嘅部分咯。段劇地位都有人提到啊。偷到嘅紀念品送俾屋企人、老朋友，其實接送都會送東西俾屋企人，也係朋友。比方講，旅行嘅紀念品、老登錄，嘅你出來好困難嘅，送東西俾屋企人嘅問題，行個回答咯。客家話愛用辦講呢？唔會偷到嘅物嘅送俾屋企人。你會挑些什麼送給家人？南西燕愛用辦講呢？唔會托到物嘅送俾屋企人。我會托到紀念品送俾屋企人。我會挑些紀念品送給家人。南西燕愛用辦講呢？我會托到紀念品送俾屋企人。也係唔做得講，我會托到登錄送俾屋企人。我會挑些禮物送給家人。南西燕愛用辦講呢？我會托到登錄送俾屋企人。可能會托嘅登錄係圍巾，我會托薑味嘅送俾屋企人。我會挑圍巾送給家人。南西燕愛用辦講呢？我會托薑味嘅送俾屋企人。哇，大家都講得當好哦！講到人嘅旅行安排，真嘅有當多事情愛來安排匆忙啊！好嚟按到嘅客家話，故事接下來就係同大家共下來複習咯。夜茶餅乜幾時間開？這班車什麼時候開？這班車什麼時候開？這班車什麼時候開？夜茶餅乜幾時間開？夜茶餅乜幾時間開？夜茶餅乜幾時間開？這班車早上10點開。夜茶餅早晨10點開。夜茶餅早晨10點開。
夜茶坪早晨10點開。这班车下午1點開。夜茶坪下晝1點開。夜茶坪下晝1點開。夜茶坪下晝1點開。这班车晚上8點開。夜茶坪晏晡8點開。夜茶坪晏晡8點開。夜茶坪晏晡8點開。我們要怎麼去？沿道愛用班去。沿道愛用班去。沿道愛用班去。愛đến愛用嘅去。愛đến愛用嘅去。愛đến愛用嘅去。我們要租車去。沿道愛租車去。沿道愛租車去。沿道愛租車去。愛đến愛租車嘅去。愛đến愛租車嘅去。愛đến愛租車嘅去。我們要搭車去。沿道愛坐車去。沿道愛坐車去。沿道愛坐車去。愛đến愛坐車嘅去。愛đến愛坐車嘅去。愛đến愛坐車嘅去。沿道愛坐火車去。要坐火車去。沿道愛坐火車去。沿道愛坐火車去。愛đến愛坐火車去。愛đến愛坐火車去。愛đến愛坐火車去。你會挑些什麼送給家人？唔會偷掉物嘅送本屋下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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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會挑些紀念品送給家人。我會偷掉紀念品送本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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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。我會挑些禮物送給家人。我會偷掉電腦送本屋下人。我
我會托到電路送本木下人，我會托到電路送本木下人，我會托到電路送本六卡人，我會托到電路送本六卡人，我會托到電路送本六卡人。我會挑圍巾送給家人，我會托獎味嘅送本木下人，我會托獎味嘅送本木下人，我會托獎味嘅送本木下人，我會托獎味嘅送本六卡人，我會托獎味嘅送本六卡人，我會托獎味嘅送本六卡人。今日你嘅課程旅行安排篇就到呢位了。客家苗族學院，我係主持人李嘉，希望大家都做得用成績嘅方式，向下來學客家。更加重要嘅呢，要記得收看你嘅客家苗族學院。你就同大家講，再來了咯，拜拜。